故事从你跟我擦身而过那一刻就开始了，没有退缩。你的眼神想透露些什么，却又像欲擒故纵。我期待着，穿过了人群，却是间瞬间静止不动。你盯着我长长的睫毛，阻挡了电流。我用我的招牌笑容吸引你超美丽的瞳孔。我的呼吸传递活泼的热情，像暴风般逼近。你的嘴型充满致命的吸引力，对我强烈点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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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爱不如我锁定你。好惊人哦！请2位参赛者到我们旁边来。你的脸好狠哦！真的吗？真的，为什么到后面脸要突然那么狠？就是要很烦干掉你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有。其实问那个子婷就知道，因为有时候跳舞真的会。为什么不问我？哦，因为你是女生啊，因为你们到了桥段就是要施展性感啊，不一样的舞风。哪个女子团体或者哪个跳舞的女生会在用狠这个事情来当做一个点 ？Nike 老师啊 ，Nike 老师本来就长得很狠，他本来就长得很狠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前面我还一直纳闷，想说这是我看过最静态的舞曲的表演，怎么都没有跳舞，就果然就是把那个整个 hold 可是到后面。他有 hold 住一个东西，就是他唱歌的每一个咬字跟每一个段落，他都唱得非常非常好啊，很认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选这首歌？